今天我来到花莲的凤林镇，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庄，是台湾东部客家人口非常密集的地区之一。而客家人有非常重视教育的特质，让在地适龄的年轻人更加勤奋向学，也造就出了今天全台知名校长的故乡。而在优良教育的传承下，至今凤林已诞生出100多位校长。坊间曾流传一句俗谚：美浓出博士，凤林出校长，而这里也被称作是校长的故乡。欢迎来参观我们的校长梦工厂。你好，有需要我服务的地方吗？你是不是刚好是照片里面第5代的黄超阳黄校长？对，我就是第5代的校长。我们凤林镇出了很多的人才，校长特别多。至于这个5代校长啊，他们不是一家人。这第1代的校长，他当老师的时候，他教第2代的学生小学毕业，然后第2代的当了老师以后呢，他教第3代的小学，他教了毕业。然后第3代的教第4代的，第4代的教第5代的，那这一些后来都当上了校长，所以才称为5代的校长。哇，然后刚好黄校长是第5代。对，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校长？因为凤林的居民大部分从大陆呢迁移到我们台湾的西部，然后再由西部呢迁到我们东部来，所以我们都是属于2次移民的这个后代。当时生活都是非常的穷困，那穷困呢，要让孩子可以翻身接受教育是最好的，唯一的一条途径。这样就看得出我们客家的祖先啊，对于我们的后代子孙的读书的风气是非常的重视。对。客家传统的理想生活着眼在勤耕与读、诗书传家。在校长梦工厂里，我清楚地感受到这些校长们对教育的热情与执着。凤林镇的人口大概1万多人，然后但是他出了校长大概100多位，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成立了这个校长的梦工厂？各位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早期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是凤林知厅长官的宿舍，始建于民国18年，就是昭和4年。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人回去了以后呢，就是由当时凤林初中的第1任的校长叫张七郎的接收下来，改成是初中校长的宿舍。因为慢慢的当校长的都是在地人比较多了，所以很多校长呢就没有来住这里。那就像各位看到的，变成非常的破旧了，也荒废了。于是，在民国92年的时候做了修缮，希望呢可以把这些校长在教育岗位上面数十年的一些经验也好，对教育的一些理想也好，或者是他们求学的经过也好，把这些呢文献做一个展示。我们常讲工厂是出产产品的地方，那校长梦工厂它出产的是什么呢？出产的是对教育的一个理想，一个梦想。这些理想梦想都是我们凤林镇100多个这个校长在教育工作上的一些经验的传承，还有在他们对教育的一些理想，能够在这一个场所里面来做一个展现。亲切的黄校长就把我当作是他的学生一般，毫不保留地将梦工厂里的点点滴滴跟我分享，让我重温了学生时代的幸福。我想，耐心与温暖就是教育家的特质吧。我在这里出生，我在这里长大，我也在这里担任过校长。那退休了以后呢，现在也来这里担任志工，担任导览的工作。那自己也参与了文史的收集，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我们怎么样把凤林的这个历史也好，可以跟我们的学校的教育呢做一个结合，把我们客家的很多好的一些文化也好，精神也好，是一些传统也好，能够在这里呢展现出来，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感受到，我们将来在求学这条路上面，我们应该来怎么来努力。教育是100年大计，校长更是居功厥伟的实践者。
黄校长带着我浏览梦工厂里的历史点滴，不仅让我重燃了读书之趣，也让我看到校长始终坚定福音的教育信念。我们特别会看到这个有禁制亭，或者称为圣基亭。禁制亭一般在很多地方呢，早期有的是盖在这个书院旁边，有的是盖在这个寺庙旁边。在客家的村庄里面，你可以看到，老一辈的人呢会爱惜这一些纸张啊，因为这些纸张呢都留下有一些文字，那这个文字呢就代表是一个圣基啊。他们呢把这些纸张呢都把它收集起来，收集了一定的数量以后呢，他们就定期送到这个禁制亭来焚烧。焚烧以后，你看这个上面烟囱这边呢，烟呢冉冉的上升啊，希望他的子孙呢在求学啊，或者在功名上呢有蒸蒸日上蒸蒸日上这样的一个含义。那第二个呢，也是借这个纸张呢焚烧了以后，透过这个烟呢带回到天庭，还给我们的自治者，就是造字者仓颉，表示对他的一个敬意。尊师重道，敬字习止，是读书人代代相承的重要观念。我来到了凤林国小，很特别的是，这里是花莲县内唯一一所在校园内有供奉孔庙的小学。这里的学风鼎盛，人才辈出。听说有很多的校长都是从凤林国小毕业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这是什么？好，来跟哥哥一起上来。你看他答对，那你大声说这个是什么字？玄哦，是二声玄。与小朋友一同上课，纯真可爱的小学生们在游戏中一撇一捺的学文练字。旅途中的劳累倏然消失，而校园内有一座庙宇，据了解是有着60几年的历史，是花莲唯一的校园孔庙。至圣先师孔子是有教无类的教育家，凤林镇也被公认为校长的故乡，尊师重道，一脉相承，也难怪凤林会成为著名的校长之乡。在我们学校有一座比较特殊的，就是身后的这一座孔庙。那我们祭祀的就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希望学习孔子的精神，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然后我们每年也都会就是利用教师节的前夕，然后办理这个祭祀孔子的一个敬师活动。是在这里吗？就在我们这前面的草皮这边来做这样的一个祭祀典礼。听说祭祀是不是有分8义啊、6义？是，我们会利用每学期的这个礼拜5的早上时间，然后我们校内有专门的同仁训练一身的一个动作，然后就是符合古礼的方式来跳这个6义舞。虽然练习的过程很辛苦，不过在当小朋友完成了一项任务之后，他们都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然后也学到这个跳6义舞的一个中规中矩，其实也就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基本礼仪，我觉得非常棒。对，学习规矩。是。每年一次的祭孔大典是凤林当地的一大盛事，小朋友们遵循古礼，认真地完成每段表演。祭孔典礼所有的服装、道具都是可爱的小朋友们与老师一起制作完成。像凤林这里啊，算是客家庄，就是客家人是比较多的。那有没有在教学上面啊，会教一些客语啊，或是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有，我们每个礼拜3都是母语日。然后针对就是我们客语的部分，那我们也有外聘，就是外面的老师进来指导我们小朋友客语正确的发音，还有一些客语的一些使用。所以我们礼拜3的母语日当天，我们也会放客家歌谣的一个歌曲，让孩子可以上台来做演练。哇，那真的是很用心在这个客家文化的延续上面。其实不管是校长啊、老师，我觉得在教育上其实是影响学生最重要的一个过程里面，而且也算是学生的标杆啊。而且我其实最感动的是啊，就是我有看过5代校长。是。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工厂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自己教出来的学生未来啊变成校长，那个感动是加倍的，更有成就感。对啊，那我希望老师一定要教出更多的校长来。好的，好，谢谢你哦，谢谢。
跟小朋友在孔庙的周边游戏，幸福感油然而生。万世师表孔子的教育理想传承了数千年之久。凤林国小尊奉祭祀的孔庙，也都呼应了尊师重道的美德。而凤林镇除了校长故乡，更有长寿之都的美称。凤林是全台6大长寿村之一。听说这些校长的健康长寿是有秘诀的。黄校长你好，我是道玄。你好，你好。我今天来凤林镇旅行啊，就觉得这个凤林镇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生活步调，不管是路上走的人啊，或是车子啊，都是非常的慢。不是说动作慢，是步调，生活步调比较慢一点。这里也是长寿之乡，所以是不是跟这里的环境也有关系？一定有关系的，水啦、空气啦，非常的好，所以自然而然就是长寿的。我觉得让旅行来的人啊，就会感受到那种放松，然后很自在，就会想要多多的感受这种慢生活的这种生活状态。那也欢迎你们多邀一些亲朋好友啊，来我们凤林镇走一走，体验一下我们叫慢城，什么叫好山好水。我觉得最特殊是我还看到很多的人啊，都会走在马路上，而且也是靠中间，然后我觉得好有趣哦。这个是我们讲凤林镇的长寿步道，心仪还蛮厉害的，因为我们从小就在做啦。从小哦。对，从小就开始种花生。花生我记得是不是也是那个凤林的3宝之一？对呀，凤林的3宝有花生、豆浆跟剥皮辣椒。对。然后花生的话，凤林这边大家都是种于台南9号花生，所以这种品种比较香。居民的开朗、放松、养生的生活，让凤林镇成为了全台6大长寿村之一。国际慢城的凤林镇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在地著名的长寿步道。我觉得最特殊是我还看到很多的人啊，都会走在马路上，而且也是靠中间，然后我觉得好有趣哦。你讲那个啊？对，那个是我们讲凤林镇的长寿步道。哦，真的哦。你们那个四线道，可是他把它规划成一个长寿步道。在像我们这个年纪来讲，最好的运动还是走路。走路哦。所有运动里面，走路是最好的运动。哦，难怪不同时段都有人去走，走在这个马路的中间嘛，对不对？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校长告诉我说，这里有很多客家人的原因，主要是从日本时代时说起。经过多次的迁移，使得凤林镇成为一个标准的客家庄。凤林的我们客家人过来是应该在120几年前左右，那时候过来的。桃竹苗的客家人是从大陆直接移过来，然后我们凤林东部是从西部移到凤林来，所以才会讲说第2次移民。过去老一辈人讲是来到这边很辛苦，是来开垦的，都是要靠人力去开垦，生活还是很艰苦。小时候在乡下的时候啊，都会有换工，那这里也会有换工吗？有，以前我小时候就做过这个工作，比如说在收成的时候啊，还有比如说这个春耕的时候啊，那一次要把工作把它做完，所以就必须说找其他的农民来帮忙，我去割你的，下次就他来帮忙你，哪一天又换你的，大家把时间排好，就轮流去这样。比如说小时候做过割稻啊，拔花生啊。其实我觉得过去虽然苦啊，但是其实透过换工的这个过程啊，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守望相助、敦亲睦邻的感觉。刚刚校长就是提到换工的时候有帮忙用花生，其实花生我记得是不是在这里也算是非常重要，算是3宝之一。凤林旱地也蛮多的，靠近那个河川嘛，因为都是沙地，所以它最适合来种花生。因为花生希望生长在比较，就是说排水比较好的地方啊。以前花生最主要是要这个提炼这个食用油啊，花生油。花生油。对啊，以前我们就直接拿花生去换花生油，直接去榨油这样啊。那一方面榨油，一方面当然除了油以外，当然就我们这个平常当菜。所以等于校长是从小吃到大。对。听完黄校长述说后，让我更了解凤林镇人口迁移的时代背景与胼手胝足互相扶持的生活态度。
好山好水，生活步调舒缓的环境，而常见的农作物花生更是凤林三宝之一，而花生更是紧紧伴随着凤林客家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物。哇，曾大哥，我刚刚那个火车就在这个田的正旁边啊，近距离感受这个农村的魅力啊，我觉得好棒哦。而且啊，就是炒花生算是凤林的三宝之一，这里是很适合种花生吗？因为我记得，种花生啊，最需要的就是太阳，它要给太阳晒，那个豆子才会好嘛。因为花生基本上它是属于热带性的植物啊。气候温度有到那边的话，它对它的生长发育都很好，而且农药可以用的很少啊。而且我觉得种花生啊，最困难的地方啊，最主要还是那个田园管理，就是可能会怕有长虫啊，或者是长草啊，或是遇到下雨啊，这些是不是在管理上是最困难的？在种花生上面，基本上我们以花莲地区现在都会拿休耕地来做的话，最怕就是草而已啦。虫还是无所谓啦，虫毕竟我们现在讲的比较讲究天然，有没有？就很怕农药啦那些我们尽量少用杀虫剂啊。那草一定要控制好。曾大哥种很久了，大概有30年了。哇，投入30年呢，都在做种花生这件事。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一样啦，什么事情都要把它做好啊。就是我们不要说那边做一下，这边做一下，也不要看那边好这边好，你就专心把花生种好哦，你自然就有前途了。凤林镇气候温和，土质适合栽种花生，是当地常见的农作物之一。曾大哥自小就种植花生，直接就能从他身上感受到他对这片土地的坚持与热爱。刚刚有看到你们在耕种的期间，你们都是用客语对谈，全程客语我觉得好亲切哦。我们已经习惯了啊，我们就从小就讲客语讲到现在，从小就习惯是我们客语讲嘛。所以我们有注重这个问题，这个教育啦。因为我们凤林是客语，包含我们是客家人啊。但是一旦是客家，我们就只把能够讲就尽量传，尽量讲下去啊。曾大哥说，小时候整个村庄农忙时，家家户户就会自然而然的互相帮助，一般称作是换工。以前拔花生一样啊，今天拔完你拔你的，明天就拔我的啊，大家一起把它拔完，其实都是一样，只是没有请人拔而已啊。可是像他就是现在比较年轻辈的是就比较没有换工了嘛，对不对？现在我们没有了啦，现在都要拔花生都一个人啊，都一个人出门啊，到一个人就是开采收机一样采收这样。哦，对，现在都是你一个人来管理这整个田了。种的时候是一个人是没问题的，然后采收一个人没问题，可是中间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施药的时候，就可能需要2个人帮忙，一个载水，然后一个在里面做这样。哦，因为其实我刚刚啊，就是在凤林啊走走逛逛，然后因为就是有发现这里很特别，是长寿之乡，然后我看到是比较多的长辈啊，其实我真的很少看到年轻人啊会从返乡回来，想要在这边就是定居工作，而且又帮着爸爸种这个花生，我自己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我们现在毕竟农村有没有，做农的年纪都比较大一点，对他们若再过几年可能也是要退休，就是没办法做，跟种花生就是我们年轻人现在做得来，那之后我们就有机会去做他们做的。对，因为农田就是要这样，因为你不能让它荒废啊，这是很浪费的一件事情。洪清选择了他未来的路，回到凤林，继承老爸的衣钵。年纪还小的他，眼神中闪烁着自信与坚持。这份情感，我想这就是对家庭的依恋，也继承了父亲的热血。有没有曾经觉得就是辛苦过？因为毕竟每天都是在耕田，因为田园管理啊，我觉得是最难的，就是要每天来顾啊，然后来拔草啊，或是不要让它受到虫害这样。我觉得这些都是还好，最难的是采收的时候，因为之前最忙的时候是白天忙到晚上11点，然后早上5点就再出门。哦，那真的很辛苦，就这样连续持续一整个礼拜这样。就那时候是最辛苦的。那我很好奇啊，像你来帮爸爸嘛，有没有曾经你们的意见啊有冲突过，或者想法上比较不一样？冲突一定都有的啦。就有时候他讲的跟我想不太一样啊。那你们是怎么沟通的？就顺他的意啊，因为毕竟是我爸经验比较多啦，然后我只是给他一些建议，毕竟这我不太熟啊，对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很幸运的，洪清的师父正是他的父亲。从家庭教育到专业知识，洪清以父为师，继承了父亲的志向，希望把家业发扬光大。
我们家都是讲客家话，因为我们还有那个客语家庭的认证。我哥哥有考过，我也有考，然后我妈也有考过，我妹也考过。所以我们家就有4张那个客语认证的证，所以他就颁发着一个客语家庭给我。这个索道盖完之后，要跨越峡谷，到另外一个山头盖索道的时候，背着铁线一路拉到对面山头，然后把铁线拉起来，你知道吧？这个2个山谷之间才有靠这个铁线联系嘛。每一个索道都是这样做出来。哇，从零到有是最困难。对。心怡看起来还蛮年轻的，可是其实对这个就是还蛮厉害的。因为我们从小就在做啦。从小哦。对，从小就开始种花生，然后会有这个软糖，是因为我爷爷他以前吃过一种花生糖，不会粘牙齿，然后又不会太甜，他就觉得很好吃，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去研究说怎么去煮出这种的软糖。其实我觉得凤林这个地方啊，就是除了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啊，其实它的那个在地的特色啊，还有一些人文风情啊，还有这种慢城的步调啊，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然后你觉得回来也还不错？对啊，因为其实凤林啊，它之所以会成为长寿村，就是因为老年人口很多，所以我们要回来给它平均一下它的比例。这样很棒啊！对啊，我觉得很棒啊，因为年轻人都比较少看到年轻人会回来，然后你们有这种想法，我觉得非常棒哎，就是为这里啊注入一些年轻的活力啊，来帮助这里的产业这样。对啊。那现在我们就是这个是加花生下去，这花生是已经炒熟的，所以我们只要把它拌匀就好。哇，好香哦！花生我记得是不是也是那个凤林的3宝之一？对啊，凤林的3宝有花生、豆浆跟剥皮辣椒。对。然后花生的话，凤林这边大家都是种台南9号花生，这种品种比较香。拌炒着自家栽种的花生，香气四溢。心怡细心的呵护着为爷爷特制的花生糖，伴随着暖暖的家庭温情。手工的自制花生糖让满室飘香。因为我们从小就在家里讲客家话，我们家都是讲客家话，因为我们还有那个客语家庭的认证。我哥哥有考过，我也有考，然后我妈也有考过，我妹也考过，所以我们家就有4张那个客语认证的证，所以他就颁发这一个客语家庭给我。那像你回来啊，那有没有时候你有一些好的想法，然后跟爸爸的想法比较不一样？对。当然会有啊，老人家他的想法他会比较完善，然后我们年轻人可能会创新，可是有些可能会太过理想了，然后就要听老人家的意见，看看说是否可行。对。使用凤林在地生产的花生，他希望透过行销与农村体验，把家业发扬光大。兄妹做的事情方向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守着自己的根、自己的家。其实花生这种东西，其实一方面是为了怀念我们的父母，就是爷爷嘛，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因为它是又叫长生果，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我们自己都会很喜欢吃。凤林慢城它是台湾第一个认证的，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更多人知道，那就是从自己这边慢慢的去茁壮。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棒哎，用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慢慢的让更多人看到凤林美的地方，对不对？我在这里看见客家家庭对教育的坚持，非常注重教育的曾大哥自小就用客语教导下一代，希望孩子将来不管成就如何，重要的是不能忘本。兄妹俩选择跟父亲站在一起，全家人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将亲手栽种的花生完美的呈现在每个客人的面前。而提到凤林镇，就不能不提到旧时凤林的林木业。而位于凤林的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是台湾早期的4大林场之一。在园区里漫步，好像坐上了时光机，回到过去，人声鼎沸、热闹繁荣的景象，一幕幕的在眼前浮现。
而这里更是客家族群与其他族群的融合共生之地。我是从新竹九站头云柔那边的客家人啊，因为我爸爸是从日本时代到太平山学这个索道的师傅。我们林田山28年开发的时候，我父亲就从宜兰调过这个林田山来开索道。所以当初是跟着父亲一起来到这里，为了工作。我是不是记得以前这边是不是很热闹？那是这个时候最热闹时期的话是民国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啊这样时代，我们生产原木啊。我们这个林田山林场这个客家人是从苗栗、新竹、桃园过来的，因为我们是要到东部来发展它就几乎有很多我们凤林镇的话就是农为主。透过胡老先生的介绍，在那困顿贫瘠的年代，伐木虽然危险，但是为了生活温饱，也必须上山伐木工作。来自各地的人们都聚集在这里。据说林田山当时还有小上海之称，旧时代的热闹繁华景象可见一斑。我们眼看着它在民国70年代这个地方结束砍木业之后，慢慢的凋零，慢慢被人家遗忘。你可以看到新旧建筑都参半，还有的建筑正在改造，整修。就是我们要把这一个文化资源保存。其实延续文化非常的重要，对啊，然后让新一代的人能回来这边。这些年轻人很渴望啊，他说我们是盐工子弟，我们在这边出生，我们在这边长大，我们对这边有一份那种没有办法割舍的那一种情感。这里除了是好山好水、有漂亮的风景之外，其实我看到的，它其实除了是一个聚落啊，其实它是一个充满非常浓郁的文化的一个区域。这样，在凤林来讲，比例是有6成5的客家人。我们这很特殊一点，因为这边当初日本人来的时候，它叫做摩利萨卡。日本人28年开始开采就摩利萨卡这个4个字，所以我这个4个摩利萨卡所以这个小地方有3个名字，一个是摩利萨卡，行政单位它叫做升农里，还有一个林田山，一个地方有3个名字。老先生见证了林田山的历史，在地的文史工作者也在努力的重现历史，期望能让后世子孙拥有这宝贵的文化遗产。刚刚走进林田山啊，我发现啊，这里除了风景非常漂亮之外啊，我发现它有保留很多原来的一些建筑，然后都是蛮古色古香的。然后我很想好奇说，这个林田山啊，过去是怎么形成这个林场的？那日本人在1895年占领台湾之后，陆陆续续发现台湾的深山里面有2种非常珍贵的木头，一个是红块，一个是黄块。早期花莲没有港口，没有公路，没有铁路。那日本人在1910年之前，把花东公路打通了。1916年把花莲台东的铁路打通了之后，他们才开始往深山里面砍伐木头。那客家人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日本人在开发东台湾的时候，在东台湾设置了7个移民村，700多户的移民村在花莲安定之后，他们发觉水土不服，缺乏人力，所以他们又到西部去，招兵买马，鼓励苗族岛的客家的没有田没地的年轻人过来这边，一方面给他们土地，给他们租给他们耕田，一方面帮助日本人种甘蔗、种这个香烟，另外帮助日本人盖铁路、盖公路，还有发展林场。那当初来到这里开发这个林田山啊，是不是最高好像有到1600多公尺？日据时代到1600公尺。我们政府来的时候继续往上推，
推到2600、2700、2900，伐木的材料就有区别了。块木是2000公尺左右，上去就开始砍铁杉木。那当初上去的时候，就是用那个是怎么上去的这个索道盖完之后，要跨越峡谷，到另外一个山头盖索道的时候，背着铁线，一路拉到对面山头，然后把铁线拉起来，你知道吧？这个2个山谷之间才有靠这个铁线联系嘛。每一个索道都是这样做出来。哇，从零到有是最困难的。对。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里，不仅能享受森林的芬多精，更努力保存了当时最完整的伐木场景与历史文物，让我能一窥早期的先人所使用的各式物品器具，处处可见历史留下的痕迹，进而体验前人开发东部所做的贡献及努力。而透过在地文史工作者生动地重现历史，努力不懈地收集史料、保存文物，让这里成为许多人怀旧游憩的好地方。与林田山相同，凤林镇还有一处具有客家特色的历史建筑——烟楼，是目前保留很完整、很密集的大阪式烟楼群落。今天来到凤林旅行。凤林呢是台湾第一个被世界认可的慢城。那慢城除了有它慢活的生活步调之外，最重要它有独特性的在地文化。那烟楼呢就是在地非常宝贵的建筑之一。那现在呢我就要来请教刘大哥为我来介绍一下烟楼。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凤林啊这里会有这么多的烟楼？其实这个所在地就是以前日本的移民村，这个附近当早年都是日本人住的所在。那日本人政府总督府为了要鼓励日本人在这边可以长期的居留下来，他们就由总督府派人到台湾各地以及国外各地看台湾地区适合生长烟叶的地方。那当初是不是客家人也是来这里，就是2次移民？没有错哈，我刚才讲了，这里是移民村，因为日本人来这边移民过来以后，每个人日本政府分配的土地给他们耕作，因为第一个他们人力不足，所以要需要很多的2次移民来帮他们耕作，是这样来的。凤林啊，就是好像大概有80几个烟楼，然后所以代表过去啊，这里其实烟楼这个是非常有一个黄金岁月在的。对，没有错哈。其实。我刚才讲的烟叶在台湾的开始种植，尤其是这种烟叶的品种，叶子非常的大。当它烤制完成以后，它是金黄色的，所以说很多在地的居民就把它称为绿金。为什么叫绿金？它是用绿色的烟叶变成黄金颜色的烟叶，等于是说，这个烟叶烤出来的时候，可以变卖的那个价格非常的高。一个农户他种了1甲的烟叶来讲，收成烤好缴交给当时的公卖局的时候，这个利润就够他整个农家1年的生活费。那所以其实烟叶对过去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产业。没有错，没有错。其实，在民国70年代的时候，因为时代的进步，传统的烤烟叶用木材去熏烤烟叶的方法被淘汰了。其实有的很新式的烟楼，烘焙式是水泥房子的。用柴油电脑控温的是不同的，所以说传统的烟楼就是因为时代的进步跟科技的进步以后，它就被淘汰。这个烟楼的存在是证明凤林地区一个发展历史的一个历史建筑物。所以说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公部门呢，依照计划的提出申请，在凤林地区修了4栋的烟楼。传统的烟楼在经过修复以后，能够继续的保存下来，证明这个历史是存在的，而且先民开垦这块土地，透过烟叶的发展，吸引了更多的移民来到东部。对啊，也因为我看到这些烟楼啊，才能了解到过去的风华岁月。但我比较好奇是，过去有80几栋的烟楼啊，那它的那个建筑方式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其实东部地区的烟楼，在日本他们内地本身当时发展烟叶的时候，
它的烟楼的形式就有2种，一种是广岛式的，它是2个斜顶式的，完全斜顶式的，气窗开在斜顶的中间。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现在背后这个大阪式，它的气窗在最顶端上面，它有阁楼。阁楼上面会有气窗，广岛式的排气的时候，因为它是在中间，水汽不容易排出去。那大阪式的它气窗是最顶端的那个部分，小阁楼的部分，它一直前后都有2大片，一挤出来，所有的水蒸气在烘焙的过程当中，能够很容易的蒸发出去。在蒸发过程以后，烟叶很自然的就很容易熏烤干了，是这样。所以它这个建筑啊的这种形式啊，其实当初是有特别设计过的。是的，其实早期的时候，当我刚才介绍给大家串好烟叶的时候，一整排很多全部串好以后，一排一排的从最上面悬挂下来。可是刘大哥，那个那么高的话，那这个是怎么样把它就是挂在最上？一样挂在上面啊，这等于要爬上去啊。我们基本有6种方法，把这个布全部盖住。那我们会结合蜘蛛网的话，就是直接放进来。好，开始斜斜的往上走。这个是你的，这是我的。对。哇，好期待哦！特别要介绍，其实这个烟叶不算大片因为还有更大片的吗？因为它不施肥，如果经过施肥的时候，大概它的1倍大。所以一般的烟叶采收以后，它会用传统的用竹竿，竹竿有棉线，它会一片一片的用像布袋针一样把它串起来，一片一片一片串的整串了以后，就送进我们的烘烤室去烘焙。那它可以还可以进去看吗？可以啊，它设备这栋烟楼修复的非常的完整。好啊，那等一下我们可以打开它的烘焙室，我再来介绍给你知道。好啊，怎么去烤烟叶？好啊，再麻烦刘大哥。不客气啦。烟楼对客家人来说，不仅是过去赖以为生的工作场所，更是历史文化的轨迹。而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我们见到客家先民如何运用生活巧思，让制烟更有效率。刘大哥，我觉得走进来的感觉好不一样哦。传统的烟楼都是用这种木头建造起来的吗？对呀，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工法。对啊，我有发现它每个都是好工整，而且距离都是刚刚好。是的，是有特别的含义吗？没有特别含义，就是竹竿的距离。竹竿。现在你看我们这边把早期烟叶烘干的过程当中，把烟叶排列给大家看。其实早期的时候，我刚才介绍给大家串好烟叶的时候，一整排很多全部串好以后，一排一排的从最上面悬挂下来。可是刘大哥，那个那么高的话，那这个是怎么样把它就是挂到最上面？一样啊，挂在上面啊，这整要爬上去啊。一层一层爬上去。一层一层那这样子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对，层层下来就层层叠叠。我们现在看这个地坪上有好多粗大的管子，有没有看到？有，这个管子。你看，这是铁管早期日本人来的时候用陶管，客家移民很聪明。他说陶管的散热没有这么好，用铁管会最好。它的炉口就在这的外面，它的热度从灶口从这里不断的把热气收集起来，绕到四周，让它的热气很平均在整个烘焙室里面。台湾高温多湿的气候，烟农又在发明一个，他们会在烤烟室的四周。弄一个小的气孔，我有看到空气进来，让热气赶快的就散发出去。我们可以看到它顶我刚才介绍的排烟口在最上面那里，所以说冷空气一进来，水汽马上就排出去了。所以说烤烟的效果才会好。我很好奇是那这个烧啊，它是要烧几天啊？说起来烧，木质会流下来。什么意思？眼泪会掉下来。烘烤的时候，所以说一定在地底下的阶梯下去灶口，然后呢，他们要带棉被去睡，
要7天6夜。那过去这样子很费工，而且是很辛苦的。是的，所以说烟农是一个很辛苦的行业。但是呢，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我讲，他1年的收入够他农家的生活。当年在农村来讲，烟叶的产业是支撑台湾很多地区农家生活的最基本的需要。凤林弥漫着烟叶浓郁气味的旧时光，倾诉着大时代的故事。虽然现今烟楼已不具生产功能，但凤林的烟楼却是见证历史的建筑群，台湾重要的产业印记。哇，其实我觉得我今天呢来到烟楼啊，哇，除了吃到这么好吃的这个筒子鸡之外啊，其实我有发现烟楼其实跟凤林的人啊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其实也代表这个是过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那所以我就觉得哇，今天除了认识烟楼啊，真的也谢谢刘大哥啊，这么细心的帮我了解这个烟楼的文化，然后也谢谢马大姐啊，这么努力的经营烟楼，还煮这个鸡给我吃，我觉得好开心，好感动哦。烟楼的保存代表着印证了凤林100年来的发展历史。那马小姐这么认真用筒子鸡把烟楼再活化，我想新的生命给烟楼赋予它一个不同的风貌。我想透过活化的方式，让凤林再行销出去，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子。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凤林烟楼，也蜕变成不同的角色，继续传承着客家人的生活经验与记忆。接着，我来到凤林镇上所使用植物染的染布工坊，五彩缤纷的作品映入眼帘。而听说这些染布与客家文化也有关联，现在就来询问熟知在地客家文化的刘老师吧。刘大哥，我走过许多客家庄啊，我看过蓝染，也看过市染，我第一次看过植物染，是为什么会有植物染？其实蓝染是一个任何族群的传统，不管你是蓝染或是植物染，它的技巧是相同的。一般来讲，蓝染是用木兰或是大青的植物去做染艺的，对。那一般的植物染是任何你见得到的植物，你都可以利用它来染。植物染萃取好染液以后，要煮在热锅里，起码要40分钟以上的时间。所以植物染最特别是它要丢进去煮，它是竹染是热的，是用竹染的。蓝染是冷染，用浸泡的，用手抓的。哇，那所以这就是植物染跟蓝染最不一样的区别的地方。它颜色不一样之外，它最重要的意义是它都是就地取材，对不对？对。这是一种永续生态的一种做法。其实我们举个例，榕树修剪下来，我们用修剪的树叶，七里香、月菊，有那种开小白花的，修剪下来，我们也可以来做染液。这是茜草，一种中药草。茜草。对，这颜色也好漂亮，这有点像暗粉红色。对，这个材料是丝棉的。所以说你说任何的手法去构筑它的时候，这个产品有它的特色，独一无二的。同样的，这个是洋葱皮的，这就是洋葱皮的颜色，对，你看好漂亮哦，它有渐层，你看对不对？这样子真的很漂亮哎，这样渐层。对呀，我想这个手法是个人去拿捏不同啦。哇，那其实植物染最特别是你要还有自己的手法，是，然后制造出不一样的手巾会很漂亮。在植物染所做出来的任何一件产品是不会相同的，独一无二的。对。色彩缤纷的作品，每一件都蕴含了独有的特色风格。大自然的色彩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前人经过不断的尝试，用自然的花花草草染出各种美丽图腾。吴大姐，制作这个植物染啊，是不是有许多不一样的工法？我们基本有6种方法。比如说花朵结合蜘蛛网。那我们的花朵呢，就是把布对折。这样子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取2个一模一样的板，把这个布全部盖住。那我们会结合蜘蛛网的话，就是直接放进来。好，开始斜斜的往上走。经过刘老师的讲解，让我更清楚植物染的背景，同时也在脑海中勾勒出我心中完美的作品。透过我的双手完成，而后染色与静置不断来回。我小心翼翼地呵护作品，希望赶紧见到成品。
好，你的作品已经完成了，那你期不期待呢？我超期待的。好，这个是你的，这是我的。对。好，哇，好期待哦！那我们一起打开它。好。哦。噔噔。老师的好漂亮哦。这就是告诉你。还是那个大姐，你是不是拿错了？这个是我的。这就是告诉你要绑紧。绑紧的地方染汁才不会进去哦，我懂，绑紧它才会呈现白色。我懂吴大姐的意思，就是要绑得很紧，才会像吴大姐的留白的部分。对。然后我当初没有绑紧，所以我其实它会有一点好像有，好像没有的感觉。但是它还是有渐层，还是很漂亮啦，就是有那个层次，有点像抓的鱼。对，有点像抓的。其实一个简单的植物染啊，每次做都有不一样的作品会出来，因为它其实要透过自己的想法。那其实我觉得植物染最特别的地方是啊，它其实就是就地取材，那就是维护做附近的生态啊，永续经营的这个精神。而且就像刘大哥刚刚讲的，用这一个植物染啊，重新诠释了客家的美。今天真的是谢谢教我做这个植物染，哇，好漂亮哦！我下次啊一定要再多做几个，然后做更漂亮的。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哦，对，不同的颜色，而且它其实就是每次做啊。它的惊喜度又是不一样的，对，因为颜色嘛，绝对不会有出现第二个一模一样的。对，透过就地取材的植物染织工法，用我的双手完成专属于我的艺品，在作品上留下印记，渲染凤林的美好，也将这一份回忆留在心里。今天下来，我发现凤林真的是一块宝地。当你一踏入，就会被这里宁静、舒适、自在的生活氛围所感染。可以很大步的走在马路中间，可以到梦工厂去体会文字与读书的重要。那可以透过饮食、手工艺，还有过去的产业，发现很多在地很精彩的故事。还有一栋一栋非常特别的烟楼，好像仿佛就在诉说着过去的黄金岁月。哇，我觉得凤林啊，在我心中就好像过去那片大森林一样，充满着惊喜与惊奇。而这些在地故事呢，就像是凤凰一样，等待展翅高飞，飞向世界各地。很高兴我今天来到了校长的故乡的客家庄凤林。